大家好，我本身大師翻到嚟卡厄先夢境，新角色有記 Yuki， 根據女角色必抽嘅定論呢，我係一定會抽嘅。畫得咁有誠意嘅角色，點可以唔抽啊？見到好多攻略咧都話佢未如理想啊，咁我哋先睇一睇啦。點解會咁講呢？佢係一個決鬥家啦，同埋咧其實佢係少數喺呢個遊戲裏邊有嘅 AOE 角色嚟。暫時嚟講，我就得卡利培咧係可以打到 AOE 啫。如果係好勁啊，但係咧我真係想要一隻 AOE 角色啦。同埋玩呢個遊戲梗係練女角色噶啦，唔知大家抽咗未呢？咁我今日咧就預備咗80抽，呢隻 game 應該係70抽保底嘅，算係有良心啊。有啲 game 係300抽先保底，好慘。咁我哋而家做個80抽啦，然之後睇下佢嘅實戰動畫靚唔靚，勁唔勁？先嚟個頭10抽先，睇下中咗啲乜嘢。好，中咗2隻普通嘅4星紅毛仔，咁我未試啦，唔知係咪一定要搭配佢呢？好，20抽，好，20抽係已經中咗啦，搞掂。哇，20抽已經中咗，仲抽唔抽落去好呢？哇，zoom 到咁大嘅，靚就靚啦，勁唔勁先？一陣間再睇下。咁冇辦法啦，繼續抽落去啦。如果唔係條片就好快完噶啦。非常之歐洲啊今日，咁啊嚟到第30抽，睇下仲有冇嘢中先。呢幾日咧好多卡要抽咯，唔同 game 度，哇又中咗啦，機率真係非常之高啊！大家快啲抽，真係要抽一隻擺喺度攞嚟望下都好啊。跟住咧就再出多一隻紅毛仔4星，唔知係咪真係要搭配佢喺隊伍度呢？咁其實我心目中咧就有個隊伍噶啦，就係佢搭配兔兔啦，同埋大食妹嘅。40、50抽都冇嘢中啦，頭先係純粹非常之好彩啦。60抽都係冇嘢中，最後20抽啦，嚟個70抽冇嘢中。好啦，最後啦，買多10抽啦，10張券80抽，哦又中嗰隻，搞掂。70抽係基本保底，但係我80抽就中咗3隻啦，所以其實機率真係非常之高啊！咁我就新鮮試咗俾大家睇啦，夾個 screen 留下念先，快出去做個突破先，咁應該可以做到2突啦，即係2命啦。如果你想將佢滿命嘅話呢，其實總共要抽到7隻嘅，咁呢個真係非常之困難啊！始終呢個都係屬於一個比較休閒性嘅遊戲，唔需要咁刻意去追求太多啦，冇人同你比較嘅呢個遊戲。之後呢，我哋就實戰下呢隻遊記咯。佢有單體攻擊啦，同埋有 AOE 攻擊嘅。佢用一個新嘅機制啦，叫做靈感，即係如果你用啲功能牌咧去抽卡啦，然之後抽到佢嗰啲攻擊卡牌咧，就會發動佢個靈感加成。隊伍啦就係維約利卡啦，同埋雷伊啦，你都可以用嗰個抽卡佬，令到有記啲卡牌有靈感加成。啱啱我展示嗰張迷惑一擊咧，如果你冇靈感加成，你可以使用嗰張卡咧，令到隨機一張卡有靈感加成嘅。講咗咁耐啦，有啲咩加成呢？而家睇下啦，呢2張卡都費用減少1啦，有啲就打額外多1次傷害。呢張啦就減少1費用啦，第2張咧都係減少1費用，呢個就打 AOE 嘅。雷伊亦都有張卡咧，係令到你所有1費用嘅攻擊卡牌有加成，所以搭配佢係非常之好啦。雷伊亦都有張點心時間嘅卡牌，令到你去抽取多1張卡啦。重新用功能卡牌將有記某啲攻擊卡牌移動去手中嘅時候，就會發動靈感加成。就好似呢張制壓準備啦，我複製咗佢噶啦，抽一張有記攻擊卡牌，再將佢傷害量提高20%。啱啱抽咗呢張卡牌咧，就對所有敵人造成362%傷害，再額外攻擊增加1次啊！呢個就係佢嘅靈感加成啦。咁我哋而家睇下個動畫先，一下斬落去376傷害，咁佢第2下咧係冇動畫嘅，都係做咗376傷害。仲有一張卡好想分享俾大家睇嘅，就係呢張冰點之刃啊！如果使用咗已經啟動咗靈感效應嘅卡牌嘅時候咧，就會再對隨擊敵人造成130%嘅傷害啊！簡單嚟講，即係再做多一次單體追擊。咁我哋再試下用呢個破冰斬啦，咁啊1下 AOE 打落去啦，再額外攻擊多一次，再追擊多1下，連續斬3下。我好中意用破冰斬，因為呢個動畫咧係畫得特別靚。一下296傷害啦，第2下都係296，再追擊多1下，跳躍斬185。暫時嚟講都算唔錯啦，因為又有 AOE 啦，又有追擊啦，又單體攻擊啦。咁我哋又睇下佢大嘅呢個動畫同埋佢嘅效果咯。注意啦，佢會將手中自身所有嘅攻擊卡牌咧轉移去抽卡牌嗰個頂部嘅。咁你抽佢嘅時候咧，傷害量會加50%嘅。今日係咁多先啦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個 channel 啦，亦都打開你嘅小鈴鐺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祝大家歐氣滿滿，用最少嘅召喚券抽到最多嘅遊記。下次見，拜拜。